之良品新款隱形床嚟啦，5款衣櫃門款式加床箱任意組合，唔用嘅時候收起身更加節省空間。雙材質櫃門隨心揀，通透玻璃門彰顯輕奢格調，優質板材門打造溫馨質感，兩種風格滿足唔同需求。床體部分採用高強度五金同優質板材，承重穩固，開合流暢，靜音設計讓操作不擾人。床體加櫃體一體化設計，白天係整潔嘅收納場，夜晚下拉秒變舒適大床，無縫切換生活場景。櫃體暗藏海量儲存櫃，被褥、衣物、雜物通通隱形，輕鬆實現一床多用。無論係租屋改造、小戶型裝修，或者係打造多功能房，隱形床都可以以靈活嘅姿態，將有限空間嘅潛力發揮到極致，讓每一寸面積都創造價值，為生活注入無限想象與便利。我哋仲提供唔同嘅組合任你搭配，月銷過百件，數千個客戶案例網上參考，包送貨包安裝，亦都可以按照客戶需求訂製尺寸。觀塘門市歡迎睇樣板，家之良品，了解你嘅組合床專家。